别以为皇上赐婚了，你就可以飞上枝头变凤凰。我们的感情是你比不了的。表哥现在，估摸也就图个新鲜。就跟这根香蕉一样，不新鲜了，也就只配扔掉。哼，也对，也不知道是谁为了图个所谓的新鲜，就把那么多年的青梅竹马给扔掉了。你这青梅竹马到底多无趣啊！啊！我撕了你这张嘴，让你逞强！嫣然，嫣然，嫣然，你先下去。是。嫣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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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嫣然。表哥，嫣然，为何会失足落水啊？是他推我下去的。我推你？就是你！你见我与表哥有说有笑，便心生不忿，就想置我于死地。我懒得跟你们解释。想不到你这女人竟然如此歹毒，就想置我于死地！年轻哥哥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你好了，宁浩在，起身回府。是，走吧。宁浩，王爷，您这是？本王考虑了一下，还是由你护送嫣然小姐回去。这还不快去！是。离杜甫还有一段路程，嫣然姑娘还是将衣服披上吧，以免着凉。哎呀，拿开！本小姐怎么能穿这等粗劣的衣物？都是那个师妹说的小贱人，不知给表哥灌了什么迷魂汤。等我逮到机会，非扒了她的皮，抽了她的筋。小姐身为相国之女，言语却如此粗俗，实在是有伤大雅。你一个粗人也敢教训本小姐？尹某虽是练武之人，却也随家父学得不少为人处事的道理。你爹也是个粗俗之人，给我爹连提鞋都不配。你竟敢侮辱家父！哼，你一个看家狗也敢放肆！你什么你啊？外厅给我滚！哼！你给我回来！等我走！是。哎，等我回来！回来！尹浩，尹浩，你给我站住！回来！
你為什麼要跟着我？為什麼不送你那個表妹？我知道你們都覺得我可笑，反正我說什麼你們都不會信，無所謂。我若是不信你，为何要与你同行呢？你肯定是憋着什麼坏欺負我呢，好為你的表妹報仇。是因为我相信你。你看到那只香蕉皮了？香蕉皮？什麼香蕉皮？嫣然跌落，我也不好責怪他欺騙眾人，所以只好讓你受委屈了。但我知道，你絕不是那種心腸歹毒之人。喂，冰塊臉，我承認，上次你在御花園救我的時候，我心裡確實有那麼一丟丟的感動，但是只有一丟丟啊。可是從你今天救表妹的事上看，我仿佛看到你上次救我的樣子，神情那麼緊張。我覺得我們兩個在你心裡沒什麼區別，都是一樣的。所以你之前說什麼只喜歡我一個人，我是不會相信的。你笑什麼？唉，本王以為啊，好端端的就能從狼牙台上跌落的人只有一個，那就是你。什麼意思啊？我的意思是說，我之所以衝了出去，是因為我以為跌落的人是你，明不明白？啊？你總是追問我，為何不放你？好，我告訴你，我的確是要報仇。你看，我就知道你沒安好心。只是這個仇呢，不是因為你砸傷我，或者是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對我無禮，而是因為你奪走了本王的初吻。